聖若瑟大學9月16日於聖十字架小堂舉行開學彌撒，邀請到澳門教區首牧暨聖大校監李斌生主教主持。該校校牧道生會張俊健神父以及一眾任教神長共祭。聖大校長麥士文教授、一眾大學管理層、教職員以及學生參與彌撒。主教提到，當日除咗係開學彌撒，亦係慶祝該堂光榮十字聖架嘅堂慶。主教提到，十字架上嘅耶穌苦像代表耶穌為世人孭起所有罪過，天主亦因為耶穌為世人嘅犧牲而寬恕世人。佢指出，當我哋睇見十字架上嘅耶穌苦像時，應該要為自己嘅罪過而哭泣。主教強調，耶穌喺十字架上犧牲後，成為咗喺十字架上復活嘅基督。佢戰勝咗死亡，所有黑暗，亦戰勝咗罪過。當我哋仰望呢一個十字架上復活嘅基督，我哋能夠感受到信望愛，因此我哋要喜樂。主教提醒各師生，光榮十字聖架嘅意義就係要善用苦難，與受苦嘅人同在，關心佢哋。呢一個係耶穌基督嘅榜樣，因此作為大學內嘅基督徒，對身邊所發生嘅事情唔好袖手旁觀。即使你可能正經歷住痛苦，但要謹記並珍惜呢一個天主所賜予嘅特殊時刻，要利用呢一個機會去關愛他人，同佢哋一齊分擔悲傷，從而光榮天主。最後，主教寄語各師生要將呢一個光榮十字聖架帶到各人嘅心裏邊，要喺校園生活裏邊將呢一份愛由呢一個校園裏邊傳揚開去。